校長、副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，我係2B 班余樂儀，今日又嚟到我哋校園電視台早會嘅時間。首先，俾我哋而家有一個安靜嘅時間，以祈禱開始今日嘅早會，將時間交俾樂道中學校牧周鳳明傳道，小鳳姑娘為我哋祈禱。黃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，我哋一齊同心嘅祈禱。親愛主耶穌，感謝你讓到我哋返到嚟樂道中學嘅當中，我哋有一班老師同學可以一同嘅學習。主啊，我哋將下個星期嘅溫習周交在主你嘅手裏，求主你帶領我哋，讓到我哋喺學習嘅路途裏邊，我哋並不孤單，有主耶穌，並且有老師同學與我哋同行。讓到我哋可以發掘我哋好嘅長處嘅科目，讓到我哋能夠鞏固我哋所學嘅，並且能夠喺考試裏面有好嘅發揮。當我哋遇到我哋比較弱嘅科目嘅時候，唔擅長嘅科目嘅時候，我哋都有老師同學嘅幫助，讓到我哋能夠改善，並且花上額外嘅努力，好好嘅預備，讓到我哋當中有進步有成長，我哋能夠一同嘅克服困難。求主你繼續叫我哋去迎接新嘅挑戰，可以繼續嘅進步。求主你帶領我哋，讓到我哋喺考試嘅裏邊可以得着同行者嘅支持，並且我哋喺學科上邊有所提升。感謝你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唔該晒小鳳姑娘，今日我哋好開心邀請到嚴正儀老師同我哋分享，將時間交俾 Miss Yim。早晨，各位老師同學，我係嚴正儀老師。今日好想帶住一條問題嚟開始呢個早上嘅分享喎。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全世界銷量最高嘅書籍係邊一本書呢？不如我哋一齊聽下同學同老師嘅答案。知全球銷量最高嘅書係咩書啊？你覺得呢？唔知啊。福爾摩斯。哈利波特那一本，唔記得叫咩名嗰本書。三隻小豬啩。掃毒啊！掃毒？你覺得呢？我唔知。Jojo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邀請最偉大嘅發明之一 Artificial Intelligence， 即係 AI 嚟解答下呢條問題啦。全球賣出咗最少50億本唔同語言嘅聖經。50億本聖經係一個咩概念呢？就係將佢哋搭高晒之後，比起全世界最高嘅山脈喜馬拉雅山，仲要高出4倍咁多啊！聖經，我哋聖經我哋嗰宗教老師講咩係聖經喎？係咯，係聖經啊！聖經，係聖經。點解你會知嘅？因為我基督徒咯，我基督徒嚟噶。Bible 咯。聖經，點解你會知嘅？因為佢係最多翻譯嘅書，啱唔啱？啱。耶，多謝。多謝。你哋覺得聖經對你嚟講係一本咩書啊？一本真理故事書。故事書。你哋呢？非常有用，對我哋人生都充滿希望嘅書啊！可以食內容。有信嘅。係一本好信息嘅書。本有好多作者寫嘅書咯。聖經係一本喺我好唔開心嘅時候好鼓勵到我啦，好開心嘅時候佢又陪伴住我嘅一本書咯。相信同學仔喺宗教堂都對聖經呢本書有基本嘅認識。今日等我哋嚟簡單重溫一下先。聖經係由66卷書合集而成嘅，包括舊約嘅39卷書，同埋新約入邊嘅27卷書。呢66卷書用咗大約1500年嚟寫，從創世記嘅第一卷書，即係摩西嘅時代，去到最後一本書，即係啟示錄，由使徒約翰喺耶穌死後65年寫成嘅。呢66卷書係由大概40位作者所寫，包括國王、祭司、醫生、漁夫、牧羊人、法利賽人、政治家、稅吏、將軍、文士同埋皇帝身邊嘅酒政。咁到底聖經嘅內容係上帝寫嘅定係人寫嘅呢？雖然聖經係人寫嘅，
但係呢啲內容都係由上帝啟示佢嘅子民寫低上帝要對我哋講嘅嘢。上帝並冇逐隻字逐句說話咁樣命令聖經嘅作者要點寫，所以嚟自上帝嘅啟示並冇令到聖經嘅作者失去理智或者人格，而係上帝透過聖經嘅作者工作，藉住佢哋嘅才能同埋性格寫咗呢一本聖經。所以聖經有好多種類型同埋風格嘅寫作，包括歷史、詩歌、預言、使徒書信等等。聖經係有人性嘅部分，所以聖經都記載咗作者嘅經歷、觀點同埋感受。呢點亦都意味住，當有幾位聖經作者記載同一件事嘅時候，佢哋會從唔同嘅角度去記載，並且互相補充。喺考古學嘅角度，其實好多聖經記載嘅內容都同現實世界吻合嘅。其中一個令我最震撼嘅記載呢，就係挪亞方舟啦。當時地上呢充滿罪惡，只有挪亞一家喺上帝嘅眼中呢被稱為義人。而呢隻挪亞方舟呢，當時係用咗大概120年而建成噶，足足有500個球場咁大啊！等我哋嚟重溫一下呢個故事先。好耐之前呢，地球住咗好多嘅人，但係呢啲人成日都喺度嗌交、打交、做壞事，搞到地球烏煙瘴氣。天父呢喺天上面望落嚟，覺得好難過啊！佢覺得呢咁樣再落去呢真係唔得啦，佢要呢令到地球重新開始。咁喺呢個時候呢，有一個人叫挪亞，佢同佢嘅屋企人呢每日都規規矩矩，對上帝好有信心，做事呢都好正直嘅。上帝見到佢呢，就好似見到沙漠嘅一片綠洲咁樣，覺得好開心。佢就決定呢將呢個重大嘅計劃話俾挪亞知啦。上帝同挪亞講，佢要用一場好大嘅洪水搞翻乾淨成個地球啊！而上帝呢會保護挪亞同埋佢嘅一家，於是佢就頒發咗一個重大嘅任務俾挪亞啦。於是挪亞就好用心去接受咗上帝呢個任務，而呢個任務就係大家都知嘅建造方舟。而呢隻船呢，唔係一隻普通嘅船，個樣呢就好似一個好大嘅箱咁樣，冇船頭啦，又冇船尾，好似一個漂浮緊嘅城堡咁樣。上帝仲好詳細咁樣同挪亞講，呢隻船要長幾多、闊幾多、高幾多，一共呢仲有3層樓添啊！仲要求佢用最好嘅木材嚟起，上面呢仲要塗上柏油，咁樣先唔會漏水嘅。咁挪亞一聽呢就知道，哇！呢個一定係一個超級大工程啊！於是乎呢，佢就揾埋佢3個仔閃、含、雅弗，仲有佢嗰啲新抱仔啊，大家一齊呢就喺度起呢個方舟啦。咁嗰陣時呢，挪亞一邊喺度起呢隻船啦，一邊就同啲鄰居講啦：上帝話呢要有洪水啊，所以呢，佢就呢要整一架大船出嚟。於是呢啲鄰居就笑佢啦：你睇下幾大太陽，又點會落雨呢？但係挪亞呢，完全冇理到佢哋嘅嘲笑，佢相信上帝嘅話語，於是呢就好認真喺度起呢隻船，就係咁樣足足起咗120年啦。當呢隻方舟起好咗之後，挪亞就帶住地球上所有嘅動物，一隻雄性一隻雌性咁樣上到呢個方舟，同埋佢嘅一家人呢，就躲過咗呢一場洪水啦。呢一段記載咗喺聖經嘅歷史故事，其實早喺77年前，土耳其當地嘅牧羊人喺高山上面發現咗一個神秘嘅地質構造，疑似呢就係聖經入邊記載嘅呢隻挪亞方舟啦。而近年嚟，美國嘅考古學家都發現呢個地質結構嘅深處存有類似呢隻船嘅結構，同聖經對挪亞方舟嘅描述都係相符嘅。聽完以上嘅分享，唔知同學對於聖經呢本書嘅真實性有咩睇法呢？呢個問題就留翻俾你自己思考啦。好多謝 Miss Im 嘅分享，今日嘅早會就嚟到呢度結束啦，將時間交翻俾各班嘅班主任，拜拜。